想相聚工作與家庭情況問卷調查新聞發佈會。我係今日新聞發佈會嘅司儀林婉華。最近有一單新聞話，有一個爸爸曾經連續加班咗2個月，有一日提早咗返屋企，佢2歲大嘅仔仔竟然唔記得佢，而擺咗佢做叔叔。聽起上嚟可能有啲可悲，似乎工作會直接影響到家人相聚嘅時間。有見及此，我哋東九龍青年商會做咗一項問卷調查，去了解香港人嘅工作同家庭情況。喺我哋發布調查結果之前，有請東九龍青年商會會長羅鴻毅先生介紹嘉賓同致歡迎詞。我哋有請會長。好多謝大家來臨。我哋今日好榮幸咁樣邀請到家庭和諧大使 Now TV 主持人黃婉雯小姐，我哋嘅支持機構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代表紀雪英小姐，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會長吳俊超先生，總會指派執行委員徐斌成先生，各總會董事會成員，各分會會長，同各東九龍青年商會前會長，多謝你嘅來臨。咁大家應該都知道聽日係乜嘢日子？咁就係母親節啦。咁5月嘅第2個星期日，咁世界上每一個國家慶祝母親節嘅時間日子都唔一樣。喺挪威，母親節咧就定於2月嘅第2個星期日；而阿根廷咧就係10月嘅第2個星期日；而南非咧母親節就係5月嘅第1個星期日。咁有母親節當然有父親節啦。咁歷史上第一個父親節咧就誕生於美國嘅。而每個地方嘅父親節咧亦不相同喎，但係大部分咧都會每年6月嘅第3個星期日。咁我哋可以睇到每個國家嘅地方嘅時間咧雖然都唔同，但係我哋都係要表揚我哋父母對我哋嘅愛。咁我哋過母親節同父親節嘅時候，不妨反思一下，我哋係咪真係愛我哋嘅父母呢？定係因為節日而慶祝呢？而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好似佢哋咁樣無私咁樣為我哋付出一生？而我哋應該都聽過家庭嘅英文 family 係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一個家庭如果缺少咗愛，咁一個和諧嘅家庭都好難咁樣去形成。咁中國人對家係非常重視嘅。喺古代，中國人基本上都係一個家族一齊生活、一齊居住，而最具代表嘅咧就係四合院。喺四合院入邊咧，四面嘅房咧都係向中間嘅庭園開啓嘅，咁就體現咗一家人嘅和睦相處同其樂融融嘅生活。佢喺中國民居嘅歷史中咧，最具代表性、最悠久而最廣泛嘅。佢歷史咧有3000幾年，但係我哋到今時今日，呢啲大家族式嘅生活已經越嚟越少。聯合國將每年5月15號定為國際家庭日，目的咧係希望藉着每年嘅響應活動，促使全球各地咧持續咁樣去關注、重視家庭為社會基本單位，以及關注各個地區家庭嘅情況。呢個咧係有助提高大眾咧對有關家庭問題嘅警覺性，同埋作出適當嘅行動。2012年國際家庭日嘅主題係活出工作與家庭平衡。東九龍青年商會為咗響應國際家庭日，本會呼籲市民5月15號國際家庭日當日暫時放低一切，安排時間同家人一齊相處，可以係一家人一個家常便飯，或者一齊行街，或者促膝而談。
希望藉此表達對家人嘅關心、愛護同溝通。而今年東九龍青年商會好榮幸咁樣邀請到香港電台親子節目《素心事家庭》主持及專欄作家鄧凱琳小姐，以及 Now TV 節目主持人及專欄作家黃婉文小姐作為我哋嘅家庭和諧大使，而同時亦得到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作為我哋嘅支持機構，同埋得到香港青年商會基金會同東九龍青年商會長遠發展基金嘅贊助，大家俾啲掌聲佢哋。515愛相聚係東九龍青年商會關注於社會問題嘅一個工作計劃。家庭和諧2012都係以呢個為主題，希望大家可以做到每日都係母親節，每日都係父親節，而每日都係家庭日。多謝大家。多謝羅會長，請羅會長就座。跟住落嚟，我哋有請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會長伍俊超先生致辭。我哋有請總會會長。會長，黃小姐，各位支持機構嘅朋友，咁多位傳媒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係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嘅總會會長伍俊超。其實大家有幾多個係第一次參加，特別係其他朋友啦，第一次參加JCI 國際青年商會嘅活動啊？可能都會有啲我估。介紹少少，我哋 JCI 咧，係1950年開始就喺香港就開始推動下徵收運動。咁留意下我哋個 logo 啊，咁個 logo 咧係 JCI 啦 ，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咁中間咧就有個盾牌，中間咧有個地球。咁呢個地球邊度嚟嘅咧？咁樣，其實呢個地球咧，正就係聯合國嗰個地球。你側邊有眼眼，咁或者咧就地球喺中間。咁外面我哋呢個盾牌咧，其實就係寓意住我哋青年商會，我哋每一代嘅年青人18至40歲。每一代嘅時候，代地去捍衞住、去推動住聯合國不同嘅主題。家庭和諧呢個 International Day of Families 係自聯合國1996年開始。咁當年第一年嗰個嘅主題咧，就係講 Family the first victim of 呢個 poverty and homelessness， 即係當經濟上有困難嘅時候，當無家可歸嘅時候，係咯 ，homeless，family 就係 family 咧，家庭嘅關係就係第一個被衝擊嘅。咁好啦，咁到呢一刻，2012年，咁響聯合國又見得到咩嘅國際上面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咧，就係見得到響工作嘅時候咧，嗰個長 long hour 咧，長時間啦，對於我哋家庭嘅一個生活啦，係真係帶嚟一個好值得大家關注嘅一個問題。咁過幾日嘅時候咧，聯合國咧佢哋又有個 panel 嘅，咁喺度開會啦。咁開會講啲咩咧？咁就會講啦，譬如話喺呢個 work pressure 工作嘅壓力啦，會唔會能夠提議到可以有 flexible hours 咯？亦都會講得到我哋嘅 NGO， 我哋唔同嘅政府，我哋唔同嘅 policies 能夠做啲咩嘢，係能夠令得到我哋每一個人自己響自己嘅工作以外，家庭中間點樣能夠取得個平衡？中間有啲咩事情係可以做，佢哋會希望能夠定得到一個所謂一個叫 good practice 嘅一個能夠推廣去一個普世嘅一個推動咁樣嘅模式。咁我哋喺香港，我哋做啲咩嘢咧？咁我哋香港，我哋好高興，我哋東九龍青年商會 JCI East Kowloon 咁就響應呢一個嘅主題。咁今年咧就將聯合國嘅家庭日帶到嚟香港。咁其實東九龍喺過去幾年嘅時候咧，都響家庭和諧方面咧做咗好多嘅工作。咁喺度咧，我注意高度嘅肯定去感激東九龍青年商會喺過去幾年嘅時候，亦都係喺今年嘅時候繼續繼往開來。不但止我哋自己嘅會友去做，更重要嘅係帶動香港嘅年輕朋友，香港嘅各個嘅社會各界去關注呢一個問題。呢個家庭，我哋呢個 work work family 呢個 balance 會唔會係因為今日
我哋開咗呢個記者招待會，我哋開始今日做嘅時候，我哋大家聚咗喺度，就能夠將個問題解決咧 ？Guarantee not， 肯定唔會嘅。咁但係辦事都要有一個起步啊。咁喺呢度咧，我好感謝咁多位傳媒朋友今日能夠到臨，咁希望大家將呢一個嘅信息能夠推廣開去。知道東九龍青年商會咧喺過去嘅時候咧做咗一個好紮實嘅 survey， 咁能夠搜集得到響社會上面嘅朋友對於家庭嘅睇法。咁喺一陣間嘅時候會有個發布，咁希望能夠藉住今日做個起點，做個開始，能夠將我哋呢個問題能夠多被社會關注，能夠將我哋用不單止係有心，更加喺以後嘅往後嘅日子用行動，令到我哋同我哋身邊人嘅關係更加之好，家庭更和諧，社會更和諧，好嘛？多謝大家。慶祝會會長就座。我哋而家有請東九龍青年商會會長羅鴻毅先生致送感謝狀於支持機構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我哋有請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代表紀雪英小姐。多謝兩位，請叫高人就座。會長請留步。我哋本會非常之榮幸可以邀請到鄧藹霖小姐同黃婉曼小姐作為家庭和諧大使。由於鄧小姐有工作在身，佢今日未能夠抽空出席我哋今日嘅新聞發佈會，但係我哋亦都好感謝佢喺今日嘅《經濟日報》專欄裏邊幫我哋宣傳咗家庭和諧2012。我哋稍後會補發委任狀俾鄧藹霖小姐。而家我哋想趁住呢個機會頒發家庭和諧大使委任狀俾黃婉曼小姐，有請黃小姐。好，多謝兩位。而家我哋邀請我哋會長羅鴻毅先生同我哋一齊向大家發布工作與家庭情況嘅問卷調查結果。我哋本會喺4月至5月上旬喺網上面進行咗有關香港在職人士工作同家庭情況嘅問卷調查。我哋一共收到266份完成嘅問卷，其中91%係在職人士，43%嘅係女性，而其餘57%係男性。而年齡分佈方面，大部分係25至44歲，佔84%；28至24歲係佔6%。45至59歲佔9%。喺受訪者當中，父母跟未婚子女同住家庭嘅佔53%，夫婦2人家庭佔19%，獨居嘅佔13%，而屬於擴大式家庭型嘅佔9%。跟住我哋有請羅會長同我哋報告餘下嘅調查結果。唔該 Iris 咁樣清楚概括我哋今次問卷調查嘅受訪者基本資料。咁我哋東九龍青年商會咧，就致力推動於社會和諧，提倡建構和諧家庭。自2005年起，家庭和諧日已經係東九龍青年商會每年重要嘅一個工作計劃。而家係組成社會嘅一個基本單位。我哋相信和諧嘅家庭會產生和諧嘅社區，而達至和諧共融團結嘅社會。而本會曾舉辦多種不同嘅活動，繼續有我哋嘅嘉年華會、攝影及短片嘅設計比賽、家庭捐血運動、綠色親子之旅、心意家設計比賽等等。我哋最重要係想宣揚和諧家庭嘅重要性，亦呼應我香港政府家庭議會所倡導嘅6大家庭核心：愛與關懷、
責任與尊重、溝通與和諧。本會希望藉此工作計劃為社會締造更加建設性嘅改進，為社會發展作出貢獻。而適逢今年聯合國5月15號國際家庭日訂立咗主題 Ensuring Work-Family Balance， 活出工作與家庭平衡。我哋旨在推廣工作及家庭和諧嘅生活態度。本會響應聯合國國際家庭日嘅呼籲，於今年推行有關香港在職人士工作及家庭情況嘅調查。我哋咧就用每個星期有多少天可以同屋企人一齊食晚飯，每天咧有多少時間可以同屋企人一齊閒話家常，作為個調查依據嘅，而得出以下嘅結果。而我哋咧有40%嘅受訪者咧，每星期咧只有不多於2晚可以同屋企人一齊食飯。有1成嘅受訪者更加係冇1日可以同屋企人一齊食晚飯，而即係話10個人有1個人係冇同屋企人食晚飯嘅。本會認為呢個問題咧係值得我哋去關注。咁大家都會想知道係乜嘢原因導致呢個結果嘅，而超過1半嘅人認為係因為工作，可以話加班或者因為工作嘅關係而要進修，而亦有大約30%嘅人咧係因為聚會或者約會。你哋有冇發現到其中咧，我哋有2個百分點嘅人咧係因為唔想返屋企？咁係因為屋企不和諧，定係因為對屋企冇歸屬感呢？咁呢個圖表咧，我哋亦可以見到咧，有超過80%嘅受訪者咧會同意，如果撇除上面呢啲原因咧，會增加同屋企人一齊食飯嘅機會，而都表現到今日呢個社會咧，工作同家庭係不能夠得到一個平衡。而未能同屋企人一齊食晚飯呢，咁同屋企人嘅溝通時間又足唔足夠？我哋咧有超過60%嘅受訪者每日咧會不多於半個小時。咁大家如果用正常嘅24小時工作咁樣去計呢，我哋8個鐘頭嘅返工，8個鐘頭嘅瞓覺，2個鐘頭嘅食飯，2個鐘頭嘅搭車交通嘅時間，咁我哋剩翻呢係4個小時。而4個小時咧，都要冇半個鐘頭同屋企人一齊去傾偈。咁咧，我哋都會有40%嘅受訪者咧，會認為係不足夠嘅，而不足20%嘅受訪者咧係認為同屋企人溝通咧時間係足夠。咁就係話，每5個人咧有4個人係覺得咧同屋企人嘅溝通咧係不達標準。並且有40%嘅受訪者咧，每日咧最想有1個小時嘅時間可以同屋企人去溝通，而透過以上嘅調查咧，我哋可以推算有50%嘅在職人士因為工作嘅關係咧而缺少同屋企人、家人嘅共聚時間。515國際家庭日即將來臨，咁本會咧就去呼籲香港市民喺515上相聚。除咗工作以外咧，就盡量爭取多啲時間同屋企人一齊共聚。多謝大家。我哋多謝東九龍青年商會會長羅鴻毅先生為我哋作咗一個咁詳細嘅報告。台下嘅各位朋友，我哋對今次嘅調查結果有冇任何嘅提問呢？如果冇嘅話，我哋就請羅會長走咗。大家都知，我哋嘅家庭和諧大使黃婉曼小姐 Icy 係一位大忙人，佢又係電視節目嘅主持，又係專欄作家，而且平時又有拍廣告，並且擔任活動嘅司儀。工作咁繁忙 ，Icy 到底係點樣去平衡工作同家庭嘅呢？我哋想藉住今次嘅機會去邀請 Icy 同我哋分享一下。謝大家嘅掌聲。多謝大家。咁首先即係好榮幸啦，可以做呢個家庭和諧大使，因為我自己係潮州人，我都非常之
事屋企嘅。咁我爹哋媽咪就住喺深圳嘅。咁以前讀書咧，我為咗陪屋企人多啲咧，我就住喺深圳。咁每朝咧就5、6點起身，咁啊搭火車，咁6點出門口啦，咁啊每日翻嚟翻學，咁直至去到我做記者嘅年代，因為工作時間都穩定，可能朝9晚7，咁我都依然住喺深圳，咁可能收工7點，咁就嗱翻深圳，咁啊每日即係來回4個鐘頭搭車咁樣，咁係攰啲，但係就會多咗時間陪屋企人。有時喺香港度即係同啲朋友食晚飯咁啦，人哋食到9點已經好早㗎啦嘛，仲係即係會下半場嗰啲，我9點唔得，我一定要翻屋企，因為我翻到去已經11點幾、12點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有時候你要陪屋企人係值得嘅，有啲即係好似頭先話調查，可能因為你要陪朋友聚會，你要情侶約會，咁會嘥咗啲時間。咁我就可能有時候一定要放棄一啲約會，或者你帶埋個男朋友或者帶埋個女朋友翻屋企食飯啦，咁就一舉兩得㗎啦。咁依家因為而家做咗即係幕前啦，咁啊時間太唔穩定，咁啊真係冇辦法每一日翻屋企。咁自己喺香港住嘅時候，我都盡量可能打電話啦。咁我規定自己每日收工一定要打電話翻屋企嘅，咁一定要打俾阿媽報告一日嘅行程。咁可能時間唔多，但係起碼佢會安心，即係覺得即係知道你一日發生咩事。咁如果平時嘅話盡量放假就翻屋企，唔多去街玩啦。咁好似咁聽日母親節啦，咁我都會翻去同媽咪過啦。咁啱我就今年喺度諗送啲咩禮物俾媽咪好咧？以前都係即係送衫啊、送鞋啊、首飾啊，但係其實阿媽係唔係好需要呢一啲嘢嘅，即係佢覺得好嘥錢啦。咁我今年就話送啲咩有意義嘅嘢，咁咁啱又同今日有啲切合嘅，因為今年嘅主題係515相相聚，咁相有關。咁其實我哋自己屋企人就好中意影相嘅，我爸又以前好窮，但係佢都會買啲相機，即係唔係傻瓜機喎，以前係嗰啲單鏡反光，即係佢會影好多相，同埋佢會喺暗房度自己又曬相嗰啲，咁一路有啲即係影相嘅傳統。咁我自己都好中意影相，咁但係我哋咁多年發現，原來我同阿爸影嘅相係最多，媽咪就反而冇乜點影相。咁我今年就用咗啲時間將媽咪緊有啲相整理出嚟。咁就砌咗一本相簿俾阿媽。通常砌相簿都會砌俾啲情侶多啲㗎嘛，係嘛？即係隔離寫啲我愛你嗰啲。咁砌俾媽咪就少啲。咁所以我就今年將媽咪後生到即係中年到而家即係都開始老啦，咁啲相砌咗出嚟。咁其實係好有意義嘅。我覺得對於屋企人嘅愛其實可能未必係物質啦，即係多啲俾佢覺得你關心佢，你做一啲嘢令到佢覺得佢自己，因為爸爸媽媽雖然老咗啦，但係佢哋都有佢哋嘅即係生活佢哋嘅價值，因為佢哋養到我自己咁大個啦，咁所以我會即係盡量盡一啲心思啦。咁另外我覺得我哋呢一代人即係成日話工作忙陪唔到屋企人，咁但係有時候我覺得我咁努力工作都係為咗屋企嘅，因為屋企係原動力咯。咁想自己可能賺啲錢可以買到樓，可以同阿爸阿媽一齊住，我都仲係四合院嘅年代嘅，即係我想係幾代人一齊住嘅。咁可能阿爸阿媽一間房我咧，跟住遲啲生過幾個仔女一間房咁樣，咁所以就要努力啲買大呢間屋，咁可以即係幾代同堂咁樣。咁所以屋企係原動力咯。咁我有今時今日即係做到目前，我諗都好多原因係因為屋企嘅支持。有時候唔開心打俾阿媽，阿媽都會話全世界都咁辛苦㗎啦，你唔係最辛苦嗰個，咁所以又會堅持落去。咁所以趁呢個機會啦，可以做到和諧大使。我覺得除咗我自己家庭幸福，我都想全香港即係大家都會即係錫多啲爹哋媽咪好幸福咁樣樣。因為我哋耳仔上面有粒癦㗎，啲人話係孝順㗎，咁我好驕傲嘅呢樣嘢，係咁所以都希望即係大家愛多啲屋企人。如果以後我大個有能力，可能我會做一啲慈善嘅事，或者以後有相關嘅活動都可以揾我，即係關心埋其他家庭嘅爹哋媽咪，尤其一啲老人家可能屋企人冇時間陪佢。咁我都好多謝你哋嘅即係商會會做一啲咁有意義嘅活動咯。咁都好多謝大家，我最後我都覺得好榮幸可以做到呢個大事，多謝大家。我哋多謝 Icy 嘅分享。唔知道 Icy 今天嘅經驗可唔可以用嚟做家庭輔導嘅借鏡呢？我哋好高興可以邀請到一位前線嘅社工，同大家分析一下家庭問題同家庭輔導嘅個案分享。我哋有請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社工紀雪英小姐。
商會嘅邀請，今日同大家分享咧締造快樂家庭嘅方法呢個題目。我係嚟自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嘅社工李雪英。今日我哋邀請到我中心一位嘅長者陳志蘭女士，同大家分享一下建立快樂家庭嘅心得。首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係啲咩導致到有家庭問題嘅？今日東九龍青年商會嘅問卷調查顯示，工作與家庭生活失衡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原因。其實好多問題嘅家庭咧，幾常見咧都有一個共通點嘅，就係各有各忙，少溝通。咁樣其實或者係會引起好多嘅家庭嘅誤解、家庭嘅問題。舉個例子，做仔嘅因為唔同嘅原因唔返屋企食飯，阿媽以為佢唔理佢啦，唔孝順啦。又或者老婆以為老公做乜唔講嘢嘅？係咪因為唔愛佢咧？定係話即係其實即係唔想理佢咧？其實可能老公係做嘢做到太攰，而且工作上面可能遇到一啲唔開心，唔想講嘢嘅啫。長久呢啲嘅問題唔處理，其實都可以導致到好多家庭嘅問題。忙嘅唔止係工作，仲有可以係進修，考一啲專業試，參加興趣班，約咗朋友，約咗男女朋友，娛樂一下，或者想做下義工。大家有冇睇過英國著名嘅卡通片《繁忙小姐》呢一個故事啊？故事嘅主人翁佢係一日到黑，佢都將自己嘅時間表安排得密密麻麻。呢個可能係好多香港人嘅寫照。但係大家有冇去留返一啲嘅時間去關心對我哋好重要嘅家人呢？去回應以上嘅問題，我哋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真光苑長者地區中心聯同觀塘健康城市督導委員會同埋觀塘南分區委員會，喺2011年10月，我哋進行咗一個令家庭快樂之10大方法嘅問卷調查，希望可以發掘令家庭快樂嘅有效方法。大家可以睇下呢個圖表，調查結果顯示，同家人傾偈以及細心聆聽，被認為係最有效嘅方法。第二位係同家人一齊享受美食，第三位係陪家人做對方中意做嘅事，第四位係向屋企人講多謝，第五位係照顧家人，例如係幫手做家務。以上咧係頭5位最多人認為可以藉住呢啲方法令家人快樂嘅。大家覺得做唔做到啊？有啲人覺得可以嘅，有啲人覺得有啲難度喎。咁我哋亦都問過即係有一啲嘅受訪者。不如我哋再睇下受訪者認為最可行嘅方法又係啲乜嘢咧？受訪者咧雖然咧明白到咧溝通以及聆聽對維繫家庭咧係非常之重要，但只係有咧33.6% 嘅人咧佢哋咧就覺得可以做得到。至於咧最多人做到嘅家庭活動係啲咩咧？大家想唔想知道？咁冇錯咧，係同家人一齊享受美食喎。結果咧係有40%以上嘅受訪者咧係可以付諸行動嘅。咁因此咧，我哋好希望咧，呼籲大家咧預留多啲時間俾你嘅屋企人，多份溝通，多份諒解。我哋咧亦都建議咧，一家人咧可以多啲一齊食飯，食飯嘅時間咧亦都可以多啲嘅溝通。咁樣咧，你嘅家庭咧必會咧更加快樂。咁咧呢一個嘅問卷調查咧，我哋都好開心啦，都喺較早之前咧都得到傳媒嘅報導啦。咁而咧就喺我哋即係一個嘅健康村觀塘區議會贊助嘅一個嘅計劃上面咧，咁咧我哋咧可以咧藉住呢個嘅活動咧去推廣咧和諧健康嘅一啲嘅心得嘅。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好高興咧邀請到一個快樂家庭嘅代表蘭姐同我哋一齊咧分享咧快樂家庭嘅心得。咁我先邀請阿蘭姐啦。
蘭姐啊，同你傾下偈先啦嚇咁樣。你係咪同屋企人同住㗎？係啊，我係同我屋企啲仔仔孫孫一齊住，我哋咧好開心，好高興嘅。哦，以我所知咧，你係4代同堂嘅喎。係啊，咁咧就問下你啊，你同屋企人嘅關係咧，哇住埋一齊咁多人嚇，大家關係好唔好嘅先？我哋個關係啊，好似朋友咁，互相尊重，互相溝通，包容。例如啊，佢去上班要加班，翻到嚟咧睇佢面色唔同，唔係幾高興，咁我就話：喂，點解今日好唔高興啊？哦，咁夜翻嚟不如你唞下，我煮熟飯先叫你啊！一係你沖盤熱水涼啊，咁咪舒服啲咯。你唞下先啦，媽咪一陣叫你啊。一係阿嫲嫲一陣先叫你啊，你哋唞下先啦咁樣。咁樣佢哋會講唔該晒媽煮啊，因為佢哋咧係好攰啊嘛。咁我哋做阿媽嘅應該要了解佢個心情，要體諒佢啊嘛，係咪咁講啊？咁啊，是嗱你啊，即係我知道你經常都好主動關心屋企人，一啲都唔擺款嘅。即係嫲嫲輩份就最高，但係屋企咧就同啲即係仔仔孫孫啊，好似朋友咁樣，即係一個好開心嘅屋企喎。係啊係啊。咁可唔可以講下咧，仔女忙唔忙㗎？有冇時間陪你嘅先？我啲仔女個個都好忙㗎，有啲做生意啊，有啲翻工嗰啲咧就好夜翻嚟，但係咧佢哋係夜翻嚟嘅咧，佢都要打個電話翻嚟報平安。媽咪啊，我今晚可能夜翻，就陪唔到你去食飯，就咁樣。一係咧佢話：媽咪啊，一係聽日啦，約定你個時間幾時咧，你同我哋一齊去食飯啦咁樣。咁我話：若果係咁，你早啲話俾我聽，我驚我自己有節目要打牌。咁啊，得啦，你聽日唔好約人啊，你同我哋去食飯啦咁樣。如果唔係咧，我又攞假唔到，或者要加班，又唔知等到幾時啊咁樣，所以我係好開心，聽到佢把聲我都好開心。咁如果咁講，其實最緊要啲仔女有心。係啊係啊係啊。咁咧平日咧幾耐到咧會有一次家庭活動咁樣啊？家庭活動嚟講咧就幾耐到一次？一個禮拜有2次啦。例如今日咁樣，聽日母親節啦，今晚咧就約咗就去食飯。我哋人多嘛，就訂咗3圍。係啊，我淨係我仔仔孫孫塞塞咧就38個。咁訂咗3圍，咁樣食完飯之後咧就去嗰度大家就開心下，傾下互相尊重啊。喂，阿哥你又點啊？家姐你又點啊？咁樣一陣咧又得。喂，你又點啊？你咁細個送啲乜嘢俾契媽？冇嘢，一個飛吻。就會咁講，佢係讀緊書，咁樣咧，聽晚咧就去遊船河，係啊，係好開心。知道你哋平日屋企人咧真係好中意一齊食飯。係。咁咧一齊食飯咧，咁好開心啦，即係分享下啲美食啊。係啊。仲有啲咩咧可以做嘅？睇下戲啊，去旅遊啊，燒嘢食啊，或者去深圳。玩下搭下骨啊，咁樣就大家好開心。哇！即係聽落你同屋企人真係好多節目啊咁樣。咁真係咧一個快樂家庭嘅代表。係啊。咁咧最後咧真係好想問下你咧，話下俾大家知道啊，你心目中咧快樂家庭嘅心得係啲咩？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做一個快樂家庭咧，第一多啲包容，多啲溝通，大家互相尊重。客氣啲，唔好擺款，唔好話你都唔翻嚟，當呢個家唔係你嘅，你以後唔好翻嚟啦，我唔中意你呢啲咁樣個行為，唔好講呢啲，應該明白到，喂幾時翻嚟約埋一齊，大家傾下，唔得閒嘅早啲出聲，係咁樣。咁啊蘭姐咧，即係主張咧，即係我哋真係同屋企人相處，最緊要多溝通。係啦，多啲關心，冇錯啦，少啲埋怨，萬事有相有啦，真係好好嘅分享啊！唔該晒蘭姐喎嚇，咁咧你個分享真係好好嚇，咁咧我將時間交翻俾大會。多謝。謝謝小姐同埋婆婆快樂家庭嘅分享。
我哋家庭和諧2012準備咗一連串嘅活動，繼問卷調查結果之後，本會亦都舉辦咗一個名為想相聚嘅攝影比賽，等大家透過攝影過程增加同家人共聚嘅時間，從而加強對家人嘅關愛，而且去建立一個和諧嘅家庭。攝影比賽由5月15號國際家庭日開始，為期1個月。參加者可以將家庭照片上載到我哋嘅 Facebook 活動專頁，而獲得最多 like 嘅嗰一張相可以獲頒人氣大獎。我哋另外亦都設有專業評審獎。而家有一個簡單而隆重嘅啟動儀式，為我哋想相聚攝影比賽揭開序幕。我哋而家有請東九龍青年商會會長羅洪毅先生、國際青年商會會長、香港總會會長伍俊超先生、總會指派執行委員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副會長徐斌成先生、支持機構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代表紀雪英小姐，同埋我哋嘅家庭和諧大使黃婉孟小姐上前。好，我哋而家有請各位來賓將佢哋手上面嘅家庭成員拼埋上一個相框裏邊。好，我哋而家515想相聚嘅攝影比賽正式開始。咁而家我哋請大家影一張相啦。好，多謝咁多位。咁大家記得，好，咁我哋而家就請得參加我哋攝影相聚嘅攝影比賽啦。好，今日嘅新聞發佈會已經到咗尾聲啦，多謝各位嘅出席，有請各位來賓出嚟影一張大合照。多謝大家，麻煩各位去。我哋而家祝大家有一個愉快嘅週末，並且預祝母親節快樂。多謝大家。各位傳媒朋友，我哋為大家準備咗一份關於今日嘅新聞稿，大家可以喺臨走之前喺接待處嗰度攞一份。